这就是阮的吊车控制室，拄啊粪扫看倒落，就是伫这爱入起来处理。头前就是咱放粪扫，拄啊倒粪扫的所在。哇，真轻嘞！是啊，这个放粪扫的所在，阮叫做垃圾除坑。哇，那也下大哎！这个粪扫吼，是咱遮新北市160万人的粪扫拢倒来遮。哇，我同时啊，伫厝刚才会看到家己的一包粪扫，我头一摆看到全部的人的粪扫呢，这样多。是。啊，迄吊车就是咧。咱知影粪扫拄啊倒落了后，伫遮就是甲粪扫夹喺边啊，过来就是摕烧。咱主要咱知影烧的好处，就是会使甲体积减细，重量减轻。上大佫一个好处，咱烧粪扫佫会使发电。哦，烧了会当发电哦。是，这是足重要的。你看咱即摆咱这粪扫，你甲看吼，这粪扫目前这的数量差不多有8000吨。无法度想象的，哎呀，差不多会使互阮这个焚化厂差不多1礼拜的用量。哦。